讲到这新竹德北这工地路面崩塌事件，经过个月过，社区唔若赶布条抗议，附近5个社区居民做伙站出来，要求县政府伫咧这个代志还未查清楚进前呢，就是建案是袂当复工的。要让调查工作继续伫进行。今仔日早起，台大还有中华大学的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调查。德北市建案工地附近路边崩塌，原因要咧调查。住在附近社区总共75位民众以及民意代表做伙开记者会，要求县政府针对崩塌事件必须对外讲清楚。第一点，我要求姚文科县长务必要承诺并保证社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第二点，我要求姚文科县长对于风雨造成邻近社区的邻损必须完全赔偿并修复。12早起，县府邀请台大、中华大学等等的专家学者来到建案工地地下室，针对建商所提出的抢修计划进行检查，也针对灾害发生的原因互相讨论、交换意见。那目前工地的情况是照着先前抢险计划的内容的工项在施作。那我们同时也在想进一步的了解在之前在停工半年的期间。基地周围所打的 CCT 桩的一些检测的一些成效，我们想看一下。那另外我们也收集了刚刚拿到的这个当时的钻探报告的相关资料，还有一些设计的图说，想了解一下相关的设计的可能的一些问题。目前监察院已经针对崩塌事件立案调查，检方把分案展开侦办。另外，县府要求建商必须要负责所有检测鉴定的费用。保障民众权益。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